新家私有陣攻鼻嘅氣味，分分鐘係有毒氣體啊！記者抽樣檢測新家私，睇下佢釋出嘅甲醛同簡稱 TVOC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有冇超標。環保署訂定嘅室內空氣質素指標良好級，甲醛濃度同 TVOC 嘅濃度上限分別為0.08 ppm 同261嘅 ppb。不過呢個木櫃櫃桶甲醛濃度就超標約10倍，TVOC 亦都超標大約4倍。情況又係點？醫學界人士警告，長期吸入甲醛可以增加患鼻咽癌嘅風險，而 TVOC 同樣會刺激呼吸管道，令人呼吸困難。空氣處理顧問就提供建議俾新居入伙嘅朋友啦。如果唔喺屋企嗰陣時咧，我會建議呢個床最好升高佢，升高佢之後咧，等佢可以啲味快啲跑翻出嚟。咁同時間咧，如果人係唔喺屋企咧，將啲門窗開咗，因為抽氣扇唔好熄啦，咁一路有得係長開，咁佢會有助呢度啲氣味咧快啲走咗。咁當然翻到屋企嗰陣時，而家夏天我哋要開冷氣啦。如果開咗冷氣之後咧，我都建議咧最好開少少門罅，俾人瞓覺嗰陣時。其實本港現時並冇相關嘅法例為家具設定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嘅含量限值。環保署發言人就建議市民喺揀家私嘅時候，要選取不含甲醛黏合物或者揀有環保標籤嘅產品。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